外香港本地消息網根據傳嘅個報道話，大嘅地區而家再睇到今年發生驚現猝死案件，喺今日6月28日凌晨1:05一個女子發現佢住大嘅地人喺長江村安潮樓嘅住所昏迷不醒，於是報警。女嬰高危人由救護車送往仁濟醫院及搶救，最終不治因為警方證實佢嘅死因有待司法發現。以上嚟自傳嘅一個報道，與死者講適合，不過佢覺得係6、7個月大嘅年齡人，暫時未知咩事情況，原因有待驗屍有確認。據我所知嘅家人一定相當傷心啦，話希望死者幫佢生者健康啦。揾樓需要啱自己用上。根據傳嘅報道西貢黃竹灣村屋遭到爆閃，屋主外遊返到屋企先揭發，屋換咗10秒下，可以等等啦。再睇到西貢黃竹灣一個村屋，今日6月28號早上9:21，亦都知道68歲少男關注外遊話咧，發現咗家中嘅手機被壞，事主價值10萬蚊嘅金鏈同埋戒指，3萬蚊嘅當包，仲有1萬蚊嘅鞋袋，還有價值1000蚊嘅 WiFi 卡，都並且都有得。Sugar Crush。